来看台湾货运工会今仔早起去交通部澄清，工会指控景山集团的驾驶超时工作的状况真严重哦。有驾驶捌因为疲劳塞车去弄死各地的警察，也毋过集团拢无改善，照常违规，要求交通部来处理。交通部袖手旁观，疲劳驾驶零容忍。 23透早，侪工会到交通部门口澄清，因讲景山交通集团的18间运输公司伫货运界名声真歹，若不是传出交通违规、超时工作、超速死伤也侪。2018年也发生过司机过路驾驶伫国道弄死2个警察、1个驾驶的事故。物流业的人员、从业人员、开大车的人员都知道，遇到景山交通的车就要闪远一点。 甚至大家都戏称景山集团的交通公司都是航空公司，因为他们在高速公路上非常快。我们如果在平面道路上开50啊，一定是都会被他们逼车。提出司机员的班表，工会表示，景山超时工作严重，时间赶，司机嘛需要塞紧车。过去还有拒绝劳动检查的记录。从2月3号的下午1点到4号的下午8点才下班，这段时间他跑了3个车次。 每一次的趟次间隔到1到2个小时，所以从他上班到下班就是31个小时。他的班表起码都是3天2夜，甚至有超过1个礼拜的，这难道不会造成他们的疲劳驾驶？工会要求交通部以相关法令要求景山限期改善，甚至撤销营业执照。交通部也出面接受澄清，看看他的一些状况的部分，去做一些严厉处理啊。那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劳检的部分，可能就是会给劳动部做一些相关的会同查核。交通部表示，会阁研究工会诉求，赶紧调查。另一方面，记者联络景山公司，因表示目前还阁咧开会，等咧建议会议方式。记者郭武良随台北报道。